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。咁如果大家都喜歡我製作嘅玄學片段啦，咁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咁亦都可以分享我嘅片段俾你個好朋友嘅。嚟到丙午晚年屬蛇嘅朋友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，今年排第7位啊。咁今年得到6分吉星嘅幫助啦，有助提升工作啦同埋財運嘅。咁對感情咧就對健康咧反而就冇乜幫助啦。受到亡神同埋破碎凶星嘅影響咧，前者容易心緒不寧啊，做事失魂落魄啊。後者咧容易因為自己做嘢咧疏忽啦，而導致到一啲破財啊，甚至一啲破壞嘅事情，例如觀眾啊。此外，受到病符凶星嘅影響啦，自己同埋父母嘅身體健康咧都麻麻地啊。建議新一年嚟臨之前咧做一次身體檢查，或者購買一份家居保險，以防萬一及不時之需啊。喺工作方面，屬蛇嘅朋友咧，今年得到6分吉星嘅幫助啦，喺工作上面有機會升職同埋加人工啊。如果想另謀高就啊，又或者向外發展嘅話咧，一樣可以受到別人嘅賞識㗎。但係受到蜜月凶星嘅影響啦，如果轉咗新工嘅朋友咧，有機會初冇辦法適應到工作環境啊。後尾熟習咗之後咧，有機會個壓力咧就自然就會消失㗎啦。此外，受到病符凶星嘅影響啦，喺工作環境裏邊咧，容易感染到呼吸系統嘅傳染病啊。如果精神唔好啊，或者休息不足嘅話咧，建議佩戴一個口罩啊，以防萬一啊。至於財運方面啦，屬蛇嘅朋友今年嘅財運咧只屬於一般啫，始終咧冇財星駕臨命宮啊，所以全年咧都以正財收入為主嘅。受到亡神凶星同埋呢個破碎凶星嘅影響啦，做事容易會失魂落魄啊，生意上面多波折啊，小心自己做嘢疏忽，引致一啲破財啊或者破壞之事，甚至有官非添啊。最後受到病符凶星嘅影響啦，飲食要相當注意啊。如果要出去應酬嘅話咧，尤其是有三高朋友咧，就要注意一下啦。謹記新一年做生意切勿賒數俾人客啦。亦都唔適宜做一啲高風險嘅投資啊。凡事保守為妙啊。喺感情方面，新一年屬蛇嘅朋友咧，覺得感情運平淡似水啊，因為冇桃花星飛入命宮啊，所以尤其是係單身嘅朋友啊，不宜操之過急啊。加上6分吉星助命啊，較為碎心於工作上面啊，對談戀愛嘅意欲咧唔係咁高啊，尤其是係單身嘅朋友啊。至於結咗婚或者拍緊拖嘅朋友咧，多啲同伴侶溝通一下，或者安排多啲飯局啊，甚至去旅行啊，去提升一下喜慶運㗎。喺健康方面，屬蛇嘅朋友因為今年有6分吉星助命啊，所以工作上面應酬特別多啊，必須要注意飲食均衡啊，同埋做適量嘅運動啊。記住唔好飲咁多酒啊。加上病符凶星嘅影響啦，如果喜歡一夜情嘅朋友咧，今年記住啊，安全性愛啊。建議新一年嚟臨之前咧，做一次身體檢查，或者購買一份保險咧，以防萬一不時之需啊。